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聚集来到神的面前。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主，我要遇见你。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再一次从头一起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让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求主你让我们每一次安静我们的心，到主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是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也充满智慧的心。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好叫我们能够荣耀神，真实的遇见主。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你丰盛的恩典，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的变化的心意。主啊，这个份心意是神你所喜悦，也是祝福人的生命，也是祝福教会的。求神将这份祝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盼望与喜乐。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表面上虽然我们有很多生命的产业，但是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许多的挣扎跟隐藏。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能够交托给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看见的不单单只是看见基督徒应当做哪些事情，甚至应当做什么样的侍奉。那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离神越来越近，那也能够得到神更大的祝福。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他奇妙的生命的目标跟原则，所以我们应该要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学习遵守。
而不是过着一个好像我们很认真在为主而活，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单纯的，是好像一个戴着一个面具的人生在过生命。那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民数记32章里面所谈论到的有关以色列人，当他们结束40年在旷野漂流，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前夕，那上帝如何透过今天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丰盛的智慧。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民数记32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32章里面他谈到哪几个部分，讲到有关当我们领受许多的产业，可是实际上我们却还没有达到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应该有完成的使命工作。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节其实带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民数记32章第1节到第5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节，吕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谢伯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希实本、以利亚利、示班、尼波还有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我们从这段圣经节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吕便和迦得支派，他们因为牲畜众多，他们看见约旦河东边的草地，约旦河东边的草地，他们不想要过河进入上帝所带领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希望摩西能够允许他们在这个河东地方能够定居。可是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第32章第6节到第15节，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些迦得的子孙和吕便的子孙，他们摩西他担心他们的选择会重到当年当12个探子当这个探子他们惹神生气之后的这些不好的，就是说他们重蹈覆辙的这些行为，而使得整个以色列再次受到审判。所以摩西他知道，若是他容许吕便跟这个迦得支派他们留在约旦河的东边，而其他的支派必定也会有样学样，选择不进入迦南美地。毕竟约旦河的东边这个地方是以色列已经攻取下来的地方，那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势必会面对要跟迦南人的这些战争，所以因此摩西就责备他们，他强调团队的信仰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就是真正进入迦南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第32章的第16节到第19节，他这样说，他说2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他想说既然摩西你希望我们去一起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征战，但是我们拥有这些牲畜我们在这个约旦河东这边那么不然这样好了，我跟你们去，我把这些孩子跟妇人我们留在原来的地方，我们自己17节说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去。所以19节说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的地方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哇，这句话让我有一个非常深的体验。吕便跟迦得支派他们面对摩西的责难，希望他们要好好面对神所托付
的使命是要进到迦南美地这个上帝的应许之地。可是吕便跟迦得支派，他们还是不肯放弃，他们还是先讲一下，他说我们还是留在这个为这些牲畜，还有为我们这些太太或者是孩子留在造一个城，然后留在这个约旦河东。所以吕便跟迦得他们面对摩西的责难，吕便跟迦得他们不肯放弃，他们还要澄清动机，他们特别表示他们愿意带兵跟弟兄姐妹一同能够怎么样，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征战，但是只有家眷要留在约旦河东。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民数记，其实你可以看到20节到24节里面，摩西他特别明确的设立的条件，摩西他最后同意了吕便跟迦得支派的建议，只要他们愿意和其他支派一同去征战，还是让他们在约旦河东这个地方得到得地为业的产业。若是违背承诺，将要得罪耶和华，罪必追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迦得子孙25节，迦得子孙和吕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就是说我愿意照着摩西你所托付我们愿意一起去做这样的征战。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8节到42节的时候，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看到整个最后马拿西支派以及吕便迦得支派，他们得到了约旦河东的这些产业，这成为了以色列分割的一个开始，也显示说支派因为需要，因为各自信心的不同，而有支派上的这个安排上的差异。32章的第23节特别讲到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有想要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产业，但实质上上帝并不是不给我们，他还是会给我们，只是我们的使命目标我们并没有去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牧师带大家认识一个主题，我们有产业，但不代表你完成了使命，而且那个生命的使命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承担许多的责任。在属灵的群体当中，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群体当中，我们不能够单纯只顾自己，而需要顾全整个教会，整个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教会群体的整体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承担的责任，这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另外一个部分，在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知道该怎么走，可是我们却不这么走，而因此得罪了神。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给我们力量，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多的信心来走神的道路。另外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认罪悔改，那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悔改不只是说而已，在心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实际的行动，透过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来荣耀神，让上帝，让更多的人明白信主的人不太一样。另外我们最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摩西他没有立刻拒绝吕便跟迦得支派，他们期待看待自己家庭，看待自己所想要的，他们知道要付上征战的代价，可能他的家人，可能连他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可是摩西他知道他们的需要，没有立刻拒绝，而是透过更多的沟通，与他们重新立约，而守住群体里面应该要有的合一的价值。而这个合一的价值是放在与神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今天我们看到吕便跟迦得支派，甚至半个马拿西支派，他们都是得到了约旦河东边的这些产业哦，的确是一个非常肥美的放牧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唯一的缺点，
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很多的屏障，所以其实你去看圣经到士师时代，这些支派各自为政，他们最后屡次受到许多外来的攻击、外敌的侵扰，而一直到以色列王比加的时候，亚述王他将以色列人民掳到亚述去，其实是在约旦河东之地哦，也就是吕便迦得支派，还有半个马拿西支派，是以色列最早落入亚述手里的这个地方。所以吕便跟迦得支派，一方面他们的确是为了他们的妇人，为了他们的孩子着想，不但为他们选择了上好的土地，使他们有很好的发展，避免他们进到迦南地而需要还要做很多的战火的攻击，而为他们造了坚固的城，而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可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选择的约旦河东之地，是在神应许的流奶与蜜迦南美地之外的。所以当他们选择约旦河东之地的同时，他们也弃绝了上帝的应许。他们为了眼前所看见的好处，他们宁愿不要为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产业，就是得救的灵魂，就是遵守神所托付的使命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吕便迦得支派他们说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里，有没有像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教会信徒一样，说我的产业还没有顾好，我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我怎么来投入在神的国度工作呢？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产业守住我们的产业，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承担责任的使命工作，我们没有承担责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的信仰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罪不会自动消失了，唯有不悔改的罪会追上你。如果你不悔改，你没有认罪，你没有重新更新的生命在你里头，我觉得那个使命的任务、使命的心跟态度，不会带你走在蒙恩的道路上。所以悔改必须要付诸行动。每一位基督徒朋友，各位弟兄姐妹，牧师鼓励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当我们愿意在我们侍奉工作里面，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我们要开始，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好好的守住，用具体的行动来建造神所喜悦的生命。如此，我们才能够建构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的圣经节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启发，就是在我们都是有神所拣选的使命，这个血统这个身份，但是不保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保证了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身份地位。我觉得一个属灵的身份地位的人，必须要有属灵的生命的行动。所以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是否有些时候也会像这些支派一样，我们想要选择比较容易的侍奉道路，而逃避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些时候我们要爱一个不应该爱的人，感觉好像爱不下去的人，我们甚至有些时候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提出奉献的生命的行动。有些时候是金钱，有些时候是生命，有些时候是你的时间。恳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好像戴着面具在侍奉上帝。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学习诚实悔改的心志，好叫我们能够真正走向那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那圣洁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学习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逃避责任，我们不选择好像沉默，装作没事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人要把那个生命的背后的那个面具把它拿掉，
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真正一个用心灵诚实敬拜主蒙恩的百姓。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不仅有生命的产业，而且我们真正的完全完成了神所托付给我们拣选我们生命的使命工作。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因为你拣选了我们，好叫我们不再逃避我们那原有不好的生命的罪的生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是神所救赎回来的得救的生命。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跟盼望。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戴着好像属灵的那个假面具一样，求主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过着虚假的信仰生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有建立好习惯的属灵习惯，勤读圣经，多祷告，在许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习仰望上帝。愿上帝你帮助我，享受智慧的气力，给我是给我在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常常提醒自己，要安怎得到上帝你所托付的气力，来完成大使命的工作，来引带更较多人未捌主的人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主，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主你真理话命话语的兄弟交伫上帝你的圣手。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领受神丰盛的祝福。邀请你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我相信这个门徒训练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知识的学习跟累积，更重要的是鼓励各位，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去做更新跟改变，让我们能够真正充满喜乐的盼望，来荣耀上帝。愿你平安。